为着要保护古迹甲历史的建筑，台湾有定一部文化资产的保存法，但是无够周至。有一寡古迹甲历史的建筑，毋是拢是公家的，真侪拢是私人的建物。这个所有权人若想要卖地整建，是真歹预防。像新竹市的暂定的古迹太原地，就互厝主甲土地中介请砍头机甲砍掉。虽然尾仔拢去互判刑，但是已经无法度救回珍贵的古迹建筑了。 新竹市的暂定古迹太原地，和地主甲土地中人请砍土机拆了去，因为地主烦恼讲，若被列为古迹以后，开发利用会受到限制，这唔管禁令家己拆。新竹地法院将3名地主甲中人依照违反文字法判刑10个月，假刑3档，还阁纳30万接受法治教育。经过文化资产保护法列管的地主，他其实或者屋主，他不能。 随意的去拆，那甚至连要修都要报备。台湾有真侪被列管的历史建物甲古迹，因为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的，拢需要编预算去维修甲管理。其实有很多文化资产，即使列管之后，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去修缮，闲置在那里。那如果有人在使用了，倒还好；那如果是荒废了，就很容易发生。 火灾啊，或者是游民啊进驻啊这些问题。专家讲，政府有定文化资产保存法，有明文保护历史建筑甲古迹，抑阁无钱无人去管理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专家建议讲，会使结合在地民间团体，以社区守护的方式，就近监督管理。只要发现讲有歹去，还是占用，就使马上回报，避免古迹互人破坏。